都有有。天水圍搭輕鐵嗰個嘛。我哋知道係年青人唔應該吸呢啲毒品，任何人都唔應該吸。咩醫學咪知？太空遊係毒品，常識科嗰時有一課係教呢啲唔好飲酒啊食煙。小息嗰陣時咧，有部電視都係講緊唔好吸食太空油，會嚴重會死亡，會產生幻覺。知佢就話即係好傷身體啦，同埋好容易上癮啦。其實佢會影響身體機能啦，首先就係個情緒又唔穩定啦，咁啊自己嗰個神經系統啦，係啦 metabolism 又唔得啦，咁呢啲都係禍害嚟噶嘛，同埋係 long term effect 噶嘛會有。啲後生自律啦，真係佢哋。加重呢個罰則，係有阻嚇性。反而係中學生就要加強多少少咯，係咯，因為始終佢哋出去社交個圈子會闊啲啦，係啦，即係會識好多人啊，或者打機會有啲機友啊，就會令到佢哋接觸會容易啲咯，係咯係咯。學校要加強呢方面嘅宣傳啊、教導，等佢認識呢樣嘢咧係好危險嘅毒品咯。有啲青少年未必知道佢危險嘅。中意嘗試下啲新嘢啊咁樣，咁你要預先幫佢打定預防針。近期咧有唔少關於咧太空遊嘅新聞喎。喺剛才嘅訪問入邊，市民咧普遍都非常關注太空遊嘅問題，更加有受訪嘅小學生啊提及喺學校嘅常識科同埋早會咧，都已經咧提及到咧有關於毒品嘅禍害。而咧，我哋嘅家長們啦，同埋一啲喺街入邊嘅受訪者，佢哋都一致認為啊，其實我哋都要多啲向學生，特別係中學生咧，要灌輸關於咧毒品嘅禍害咧，都係非常之重要㗎。太空遊咧喺近期嘅新興嘅毒品，青少年咧往往因為好奇心，容易咧被引誘吸食。民建聯咧就認為啊，禁毒嘅工作咧其實需要全社會嘅共同參與啊。除咗立法打擊之外，警方咧都需要加強執法，衛生嘅部門咧要加強宣傳毒品嘅禍害，學校咧係需要咧高度警惕，識別學生咧係可能接觸毒品嘅機會。喺屋企咧，家長咧亦都要多了解佢哋子女嘅情況，喺當中咧亦都可以加強佢哋嘅溝通同埋教育。喺呢一度，我哋咧都希望咧政府同埋社會能夠喺教育、預防、執法同支援等各方面咧，合力打擊毒品嘅傳播，多啲向青少年宣傳毒品嘅禍害。如果大家對於打擊太空遊有啲乜嘢好嘅建議，歡迎喺下面留言或者發電郵俾我哋，話俾我哋知。